后来最近有一个看性别的网红叫做网友啊，伊本底是查甫的，变成做查某的。顶礼拜来宣布讲，伊有新咯，搁来展出着小宝宝超音波的相片。问题是，伊并无主张是要安怎有囡仔的，这是来引发着医界的质疑。即摆阁有网友来发现讲，这个网友啊展出的这张超音波的相片，甲另外一个查囡仔伫2018年怀胎的时阵所翕的超音波的相片，这个病历的号码甲超音波机器的编号拢是同款的。妇产科的医师无排除，这两张超音波的相片是来自同一个人。卫生局今仔日是发函函要求这个网友啊，爱伫一礼拜内讲好清楚。跨性别网红网友目前伫社群媒体大报道的相片讲有新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医界拢咧质疑无主张要安怎有新，即马阁互发现网友打出来相片和一位自称是妹妹的吴姓小姐，伫2018年打出来相片，两组的数字拢相同。妇产科医师无排除两张相片可能拢是同一个人翕的。 对，因为一个病人他在同一家医院只会有一个病历号码，所以说这个号码的话，如果说跟以前2年多前是一样的话，那应该是同一个病人没有错。网友欢喜分享和男朋友做伙出去佚佗的相片，搁伫 IG 写老伙引起议论。高雄卫生局嘛要调查伊的言论敢是事实。今天卫生局会发函，请网红民众在文收到1周内要亲自或以书面陈述的意见。 来说明网络文章所涉及到的这个手术的医疗机构，还有相关他所提及的手术价格，是不是违反我们人体试验管理办法跟医疗法相关的规定？各界拢真关心网友有新是真也是假，即马就敢若会使等卫生局调查清楚，才会知影。